当我走在西行的路上，天空正飘着梦境。跨界还是在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之间，都有很高的造诣，所以心中更加敬佩。那么，我个人就是李泰祥先生的超级粉丝。当我独自徘徊在雨中，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，雨丝就像她柔软的细发，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，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，记起我们相别在雨中，那微微细雨落在我们头发上，往事说不尽，就像山一样高，好像海一样深，甜蜜里彩虹般美丽，往事说不尽，就像山一样高。因为有一些可能是联名的，所以差不多算起来有200多个人，然后都是对大陆的音乐人啊、作家、很多歌迷。为什么会叫青春版税？是因为都是对从年轻的时候大家听你的音乐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看到你这样子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老师看到美女特别开心。一定是啊，一定要啊，哈。外强中干，飞舞，恨不得他还能飞舞。哇，心里用飞舞，飞舞这两个字，心里飞舞多棒！然后有一些大陆的一些制作人，还有那个来，然后就看到你的新闻，看到你新闻之后，他们回去了之后呢，就在网络上面就联署，就把这个消息给大家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带来了就是大陆上的音乐人给你的捐款，很感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特别用了青春版税。致李泰祥先生对你的这个尊敬，然后表达对你的这个关心。那这边是他们所有的捐款人的明细都在上面，总共有62万205块，这是他们一点小小的心意。希望老师你能够赶快健康。来，我们要这个亲手送给您。看一下吧。哇，真的，你看，老师已经在飞舞了。嘿呀，嘿哈，哈哈，哦，嘿哈，我心在飞舞。对，太好了。你这样。哇，中气还十足呢。我弹什么？琴子比较好，日光大道。一个日光的大道，我们走在路上。一个日光的大道上，我们走在大路上。阿卡巴卡巴上吧，这雨滴永不再来触媒。问我的嘴唇在迎接你。好开心。为了聆听的。你提的意见，快来快来快来问我。花的开。
东风不来，3月的柳絮不飞，你的心如小